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咱来看这个龙德山。龙德山是东方白先生伫咧大概是1990年代，还是写成的一个小说。尾面是有甲伊拍做戏剧，所以伫咧即个合作你去 YouTube 你可找到即个龙头山的戏出因为这是咧讲台湾头一位女医师蔡阿信的故事，所以我嘛是真推荐讲会使来看即个戏出。当然小说的形式是有迄个啥文字或者是文学上的呈现嘛，所以两种的迄个合作感受或者是感触看这种文学作品是对台湾人来讲嘛是真悲哀啦。明明是台湾人的故事，准讲是伫咧日本时代嘛，应该是用日文或者是台文来呈现。也毋过真不幸的是，东方白先生煞国不离种爱用中文来呈现，所以变成讲咱伫看戏剧较有趣味啦。因为戏剧内底伊就是该讲一句讲一句，该讲台语讲台语嘛。第迄个错煞大概当然有啦。早期伊无拄着中国人，所以就免讲中国话。也毋过伊有对配音去中国的时阵，当然强在就是爱对咧讲中国话嘛。所以在迄时代，在迄时代的台湾人，拢是两三种的语言能力，伫厝里讲台语，或者是讲因的族语，或者是本土语言，然后伫咧学校讲日语。但中大生人，尤其是离开台湾本土去到外地外位，可比讲去到日本，伊有可能会拄到中国人，嘛着爱甲伊讲中国话。拄到别国的人，英语也是啥呢？所以秀子老师有兴趣的罔听，因为东方白先生这个作品，伊是甲伊写做中文嘛。我是甲摕来当做伫练家己的中文翻译做台文的能力就对了。两种语言的对照，一并毋是一字一字、一词一词，甲读到迄个语言就自动变迄个语言嘛。也毋过伫读念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敢若会使安怎讲？瞬间即时口译所以这种训练的方式，我那嘛毋是介专业，当作是自我训练尔啦。所以罔听，要继续来读东方白这本一套，也是一套，伊有3本册，3部曲3本册啦。伊每一部曲的长度是无相款的。第一本册就已经到第2部曲德龙德山的德是已经读到第6章啊，所以6章内底进前已经读头前4集去因为主要是要讲蔡阿信的故事嘛。只是讲伫咧讲到伊的时阵，爱有一寡铺排，是社会周边迄个时阵的一寡状况安尼。所以即个第2部德的第6章咧讲到好姑婆。当然迄个好姑婆，人好姑婆好大概无啥物问题啦。姑婆，迄有当讲到到底，真正喙齿咁要拍干安尼拢是乌还是学的音安尼。好姑婆就是伊去读迄个淡江遐学校女学堂所拄着的老师还是啥嘛。所以第5集该当做集好啦，一张之下，迄要算赞嘛。节可能节是较适当吧。若讲照因中华民国迄个叫做中央法规标准法内底偏疆节嘛，偏疆节这一节还是一节，我毋知迄个字有 TSIAT 加 TSAT 的读法。好，第5集好啦。第2天下午7点半，才听到起床的钟仔声，金姑娘就已经来到宿舍里。叫大家跪咧眠床边做早祷
佛教、道教是早课，因的基督教、天主教就是有祈祷嘛，所以祈祷的部分，伊就甲伊简称做道，祈祷，所以早道。因为这并不是来这个淡水女学的学生，拢是基督徒的家庭出世的，因为唔是所有来淡水女学的学生拢是基督徒的家庭出世。所以就几个学生问金姑娘早道要安怎来祈祷法？金姑娘就对大家讲，早道会使照恁的心肝来念，但是圣诗内底有一条歌，叫做“昨暗天白，时温保护”，会使做咧念互恁听。昨暗，我无叫恁大家念遮尔长啊，我是举例互恁听尔。恁会使念较短，即马就开始。金姑娘安尼讲，所以大家就头垂落来，开始祈祷。雅信含含笑不断的祈祷，所以就念较长。但是红彩虹含潘来好，拢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念无到1分钟就担头起来，开始交头接耳，低声低声伫咧讲话，说起哦金姑娘。听见金姑娘就甲因怒斥，当然怒斥我就讲教字读怒斥，毋是袂使，只是有当阵啊迄种，要安怎讲？你要读一个口，甲伊读做较文艺，较口，当然怒娇，上去咧甲叫嘛就对啊，而且是咧甲碰怒气。张龙教授，因为当讲被先生进，敢若拢伫咧加拿大，伊其实敢若大学毕业做兵做煞，离开台湾了，就敢若喊咧转。单位生的因安尼，就是离开台湾，就正做他乡外里的人啊啦，佮转来拢是游客，还是来佚佗的外人。当然，即块土地总是请用伊大汉嘛。所以心心念念伫即个土地上面，实体上无法度做啥物货，也毋过心理上可能就是会使有一寡挂心挂念，也是从事一寡心理上或者是支持上的动作吧。怒气、怒骂，我哋就是咧骂咧骂，所以恶，真正恶嘅。恶白白，砰！酒味用做的较粗鲁，还是叫的嘛真粗鲁。所以就是你要真粗鲁还是真文雅，当然嘛爱看对象嘛，佮讲查甫查某的真差嘛，富人人查某的可能较袂遐尼，像啥歹喙，吼，可能就较文一寡。所以金姑娘就恶夹夹。还是头前有讲到迄个啥，我就讲生气咧甲问嘛，还是甲因喊嘛吼。金姑娘就甲喊，有人抑搁咧祈祷的时阵，大家就爱绝对肃静，袂使讲话。所以彩虹含来好，只好就恬静落来。等入困了后，室内就无搁听到任何祈祷的声音。金姑娘才大声喊一声阿妹，结束。迄个前后15分钟的早道，大家才去洗面洗喙，无偌久以后就食早顿。当然刷牙洗脸，台语来讲，洗面洗喙。有啥物？伊迄是一个算连贯动作嘛，所以敢是有啥物其他想法看法啊？好啦，罔听啦，快啲。即个迄啥，我就讲龙头山即个小说有伊算时代背景，嘛精彩的所在，总是文字的部分是用中文写啦，戏剧的部分就是对应因该有的语言安尼就对啊。下早食早了，下早食煞了后，大家了准讲要开始上课，煞想袂到又搁爱做早天礼拜。
原来这早天礼拜也像早倒安尼共款，爱逐工来举行。举行的所在也就是伫咧女学的礼堂内底。时到毋若金姑娘，连迄位日本女老师含2位汉人查甫老师也做伙来参加。金姑娘伫咧早天礼拜一开始就教大家唱第363首的圣歌。耶和华早起时，你当听到我的声，含风琴声做伙大声唱。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当听到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排列我的祈祷。我是教字读啦，所以咱袂讲迄有当中一寡句型句法吼。尤其信息也是基督徒因写一寡台语的句型句法，就敢若美心老师所讲的，因的台语毋是阮的台语啦吼，真歹势。我毋知有听到的朋友恁敢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无确定。若准讲拢无人是基督徒，安尼我即句话就会讲，因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若准讲有人是基督徒，安尼我就敢若会使讲，因的台语毋是阮的台语。吼，迄有一寡句型句法安尼。盼望你应我，我要入你的圣殿，思念你极大的仁慈，我心敬虔，心敬虔。我会读做我啦，因为有当初迄个文白音毋知呢，我会直觉，有当初会想讲要读白音，有当初会想讲读文音安尼。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可能这应该是对这字，当然有为，迄个为就是到一个方向嘛，所以伫这凡事爱用为这个音来读嘛，无的确，总是伊写做汉字，我就毋知影伊到底安怎读的嘛。第迄个我所知的，因家己改写做白话字圣经的时阵，迄就会使看着讲伊到底安怎读念的啊，所以变成讲对阮即种敢若看汉字的人，就会沙无到底是要读做对啊，是要读做为安尼。所以毋知啦，照直觉，我要为你的圣殿敬拜你。圣歌唱完了后，金姑娘就读一节用罗，然后叫大家跪喺椅仔前的跪垫顶悬出声自由祈祷。先祈祷完的袂当先徛起来，爱等到大家拢祈祷煞，无阁听到任何的声音的时，才由这个金姑娘做一个手势，所以大家就徛起来坐好。最后才由金姑娘家己一个人含金姑娘的风琴声唱第一首的祈祷的时，即时即可。祈祷的时，是讲此时哦，当然好啦。祈祷的时，此时即可。我心脱离俗情烦恼，又搁就近天父面前，将心所爱祈祷无停。我zan顾着灾厄艰难，祈祷的时会当得到平安。由我专心祈祷的时，通互魔鬼以我三离，以我相离。那种照字读，我无确定。这可能真正可能要看因的白话字安怎写。当然，因的圣经遐个信息，敢是敢若20年、30年，甚至至少50年就会搁重新或者啥翻译，还是改写，慢慢改写调整啊。因为我100年前的圣经所写遐个字，真有材料读捌的人已经无多啊。但毋过即个部分我毋知影，伫因的佛经内底，敢若就无人无听有人敢甲安尼改写啊。因的迄个圣经的部分，敢若就有即种调整安尼。唱完了，大家就合声合讲一声阿免。早天礼拜才算全部完毕。正式的上课按9点开始，上3节了后，中昼1点钟食昼含歇困。下晡按1点开始上课，又搁上3节，到下晡4点下课。尾到暗进前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囡仔会当拍网球、篮球，也会当伫学校内底四界散步。每一个礼拜六学校无上课，由这个金姑娘含金姑娘带领学生行出高场，伫咧学校附近散步。若礼拜日就一律甲清气的衫穿好势，列队去到淡水教堂做礼拜。这个时阵，毋但淡水女学的女学生，
连淡水中学的查甫学生以及淡水妇学的妇女学生也拢会来做礼拜。伫咧教堂内底，女学生坐伫咧正面，男学生坐伫咧倒面。啊，那遐妇女学生以及其他的信徒就坐伫咧后面。即个礼拜有淡薄仔像每一个早天礼拜安尼，只是伫即个教堂做礼拜是由一个穿黑色圣袍的正式牧师来主持，而且除了唱圣歌、读几节圣经以外，读一寡主祷文、使徒圣经、新的概念等等，以及牧师对答的启应文，最后还佫着爱奉献。等到礼拜日的礼拜做煞，金姑娘和银姑娘又佫将学生囡仔带转去高墙围绕的女学内底，所以学生就佫亲像鸟仔红关伫个笼仔内底，准备迎接第二个礼拜同款单调又佫苦闷的日子。单调又苦闷。第六节，自从淡水女学开学以来，3礼拜的时间也就过。虽然讲学生也渐渐习惯，豆习惯吼，渐当然是一个算花台共同事好啦。才会渐渐敢若总中国种讲法嘛，慢渐温啊看啊聊啊，吼啊当然你要像陈金顺老师就是甲伊温聊啊，吼，看要安怎斗呢。但是大部分的人要不阁袂当完全适应。即个礼拜六的暗时，伫咧电火禁花进前，大家就坐伫咧家己面床顶开讲起来。上袂习惯的，就亲像互人关喺笼仔内啦，看到迄铁门含墙围啊，就想要哭出来。年纪上细汉，上 A 股的雅士，年纪最小，个子最矮，所以应该是 A 股吧？是毋是 A 股？我袂记起来。当然，我会记得是 A 股啦。当然，有当即个 A 股到底是，我嘛袂记得。看下啊，伊若要用中文册，矮小敢无当找？微水，细汉，A 细汉，细粒子。就讲年纪上细，个子最小，可能就细粒子，可能开种的。有什么讲法？叫 A 股，有一个 A 股，教部有一个 A 股的讲法。A 肥，无甲肥啦，因为雅是还袂到肥的这个程度啦，所以 A 等，对。母顿 ，A 等 A 股 A 等 A 水，就用教授有一个词。伊当作是当做我咧自我训练的，啊，若听到的可能迄个啥，当做广播电台背景音乐安尼，背景声音。A 股细粒子 ，A 股细粒子，我就叫一个 A 股的讲法。当然伊有一个口口差啦 ，A 股、微股安尼。上袂习惯的，就亲像关咧笼仔内，看到迄铁门含墙围啊，就想要哭出来。年纪上细汉，含墙围啊，对我来讲是无啥物艰难的。上艰苦的是袂当食四手啊，不是啥状态水。当然有当中可能要看啥物意境吧，只是即个菜，因拢未成年，要讲大口碑，是我感觉有淡薄啊，无遐尼适当啊呢。笨强，有人讲笨强。毋知看袂出来即个笨强程度。我阵看的时阵，敢若无，可能无认真看的款，无听到几个人名。金姑娘，因家己袂使抹粉点胭脂，也禁止啊。真个，伊即个我就感觉，伊的中文写讲，家己不会使。抹粉不会使，点胭脂也禁止人不会抹。用中文拢是用不会，要毋过我感觉应该是安尼讲。
金菇娘含金菇娘，因家己无咧抹粉点面子，煞也禁止别人袂使抹粉点面子，这毋是啊真正无意思。所以家己是无咧做，啊怎禁止别人袂使做？啊中文我毋知啦，这中文我认为伊咧讲法啦吼。高外你安尼讲啦，伊诶面膜啊诚水，皮肤诚白，是即阵学生囡仔当中诶水姑娘。美人好啦，美人，因为当初迄个可讲咧。中文的美人，好，美人当然嘛是，算花台共同词吧。照理他就是美人嘛，在迄个做，乐曲诗吼，是毋是？对无？牛美人啊，所以当然你若要用口语，对无？猪娘、水姑娘，还是什么美丽吼，美丽小姐，所以可能。我感觉可能读美人 OK 啦，江山美人对。有一首歌，当然是中文的啦，中文华语歌嘛。美人应该差不多呢。有人讲查某是敢若较粗鲁，还是较无迄种的，所以这当然有当时看你用什么角度吧，我咧想。好啦，安尼就美人吼，是即阵学生囡仔当中的，伊拄坐伫咧眠床边，哪伫咧边花店，哪讲是咧积一寡物件，我无确定。对我来讲，礼拜日去礼拜堂做礼拜上艰苦，袂输咧落地甲去。搁什么好啊？穿咧伊咧迄个文能力吼，咁样安尼讲。土气奔海，土气奔海。银行教授是一个事，长吁短叹，那是虚机我嘛不知。大细声海。土气奔海，伊就讲土气奔海，这嘛是台湾线顶字词顶有收的词。土气，杂，找台语有一个杂，反正就咧海就对啦。你就做礼拜，也无人叫你来遮。啊，无人叫你来遮做礼拜，是你家己要来啊！啊，佫有啥物话通讲啊？阮是拢真惯势，含笑啊，就真看袂起，伫咧甲口说轻蔑就是看卖啊，轻蔑，我感觉可能会再讲看袂有真侪种讲法嘛。进前是迄个，进前是啥物中文呢？我袂记。当然，简单讲就是看袂起嘛。啊，照字读就是轻蔑、轻慢、个啥？看人无够重，卡笑，看人无够重，看袂起人嘛吼。所以有当时一寡字词，有一寡或者啥，我意思对。教部有一寡我意思啦，所以教部，我是无去找教部啦。轻蔑，对，看袂起。师母，还是猫下，还是毛少。这个我无啥读无啥出，反正真看袂起。来好去就含笑，讲甲真无意，就乌油咧问伊啦。啊你咧乌油，你敢有啥物袂惯势？无啊，食嘛袂歹，大嘛袂歹啊。我甲含笑相款，啥物拢真惯势，佫敢若一点袂惯势啊。
就是恁定定伫用竹仔甲人拍，都已经大母人大母种啊，就恁定定伫用竹仔甲人拍，都已经大母人大母种啊，都毋是3岁囡仔哥。乌油来回答，伊的名和乌油接近，如果加上伊是全班上悬上乌的一个，才会去互号做乌油的外号。伊也无咧想去，记载人去叫，所以即个外号就叫掉咧啊。人颠倒就无搁叫伊原底的名，所以乌油胡杨啊，胡杨是华语音嘛，抑毋过乌羊，乌色的乌嘛，啊羊就是迄个做啥？杨妹妹看，啊，结果伊的刀尾就甲伊写一个黑羊，所以你看黑羊甲乌羊，当然啦，对台语人来讲，听着看着即两个字音就是自动反应嘛，所以这嘛是我著讲嘛，台湾人的悲哀啊，明明是讲台语的故事，叫你讲写台语嘛，啊，毋过写中文的时阵，爱个自动去翻译安尼。我著来想一个办法，看有时会使免去礼拜堂做礼拜啊无？来好真有把握伫咧讲啦，胸有成竹哦。那个胸有成竹是还未到去食下大丸啦。看完胸有成竹，敢无啥讲法？真有把握，我是敢若想心头定哦，心头掠一个心头定，晓是安怎？胸有成竹，真有把握。毋过这有当当就是囡仔人咧讲囡仔话安尼啊，这拢未成年嘛，你想要创啥对吧？我著来想一个办法，看有时啊会使免去礼拜堂做礼拜，来好真有把握伫咧讲。阮大家才甲你看，含笑伫咧甲西人，无过毋是西人，坑空。还是挑逗，挑逗是挑逗，要安怎讲？下观众看咧小谈，挑逗，喜人惹，成狗公，这无甲成狗公，我无确定。挑逗，等你看好戏是吧？是安怎？挑逗啊，人因挑衅嘛，挑衅挑逗嘛，挑衅挑逗，挑衅是起事、拉事，起穿、起空、起损、起空、起旁。所以伊咧甲人，算讲半啥，准备去看笑话就对啦。阮大家才甲你看，含笑就喜人咧甲看，我就起事起空，含笑就起空起旁伫咧讲，来好也无够用啦，就家己甲头按伫咧面皮底。大概笑一阵了后，无偌久，乌羊就甲电火，就甲油灯分互花，就去困啦。第二天是礼拜日，大家下早食煞了后，伫咧草埔集合，队伍才排好，队伍才排好，金姑娘和银姑娘就带咧，想要去淡水礼拜堂做礼拜。来好凶险，巴肚烂的按队伍走出来，来到金姑娘的面头前，激一个真痛苦的表情，对伊讲：“金姑娘，我巴肚痛，足艰苦的，敢会使莫去做礼拜？”哇！伊竟然讲：“金姑娘，我巴肚痛，真艰苦，袂当去做礼拜。”乌羊就用手铐夹含笑，伫迄个耳孔边唠几句话。含笑就向原理传达，原理就向彩虹传达，因就传落去。无偌久，差不多规班学生拢知这是来好长眉想出来办法，大家就
大家拢知影迄是假，但是金姑娘率性甲真认真，忽然间严肃起来，真认真地回答来好讲：好，你去倒伫眠床顶，今仔日免去礼拜堂做礼拜。来好听完就面露喜色，面容笑起来，是要安讲？这当然当初啊，迄个啥，即种四字词对中文华语来讲是算一句话，啊，佫无够固定的用法啦，总是好啦。来好听完就面色真欢喜，想着讲即个，家己咧想讲，计一什么计谋得逞迄个概念，暗想得计，就挖头过，偷含其他队伍的同学伫咧洗目尾，挤眉弄眼嘛，他妈咧洗目尾。等到去闪着金姑娘、和民姑娘的时阵，又搁巴肚烂的，惊啊真痛苦的模样。尾啊，伊就转去到宿舍，倒伫咧眠床顶，心肝底想讲，等下金姑娘甲金姑娘带所有学生行出去淡水旅学的高墙了，才要爬起来耍。来好按窗仔门看出去，敢若看到金姑娘带学生囡仔行去到门骹口，金姑娘甲华丽，含伊讲歌仔话，然后就留伫咧遐无要走啊。等到金姑娘甲所有的学生拢带出去了后，金姑娘才阁甲迄两扇铁门关起来，又阁锁起来，就教室即边行倒来。来好倒伫咧眠床顶，当伫咧摇椅，是怎样？金姑娘今仔日无去礼拜堂做礼拜咧，伊留伫咧学校是要创啥？但是来好又阁毋敢落床，惊去互金姑娘帮着，拄伫咧眠床顶趴来练去，辗转反侧。倒验时，坐验时，就听到金姑娘身躯顶迄罐锁匙叮叮咚咚对伊的脚步声暗远挖来，偷偷仔行入来宿舍内底，无甲一刻，不到一刻，应该是念咪吧吼。一点仔久的时间，金姑娘就咧门口出现啊，伊手里恭恭敬敬地端着一纸碗。恭恭敬敬，好咧啊好咧，也是真谨慎，也是什么会？我请小紧啊，歹势，恭恭敬敬，这真正就是迄个啥票，你要看百万年前，咱西方的社会就大概已经得到这种。或者啥，爱老实讲啊，反正原则上我拢相信你讲的嘛。啊，相信你讲的了，我就照我所相信的，照你所呈现出来去处理嘛。因为有当阵啊，讲袂出迄个成本，或者是造成的结果是较无好嘛。啊，一届两届以后，应该会使学着讲，啊，咱就是教训嘛。感觉因遐就是迄种做啥，要讲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迄种假咬，大家拢足讲，我拢上跳，恭恭啊，一下公公正正，应该是恭恭敬敬。不过当然，这个所以简单讲，可能较会说好咧好咧，恭恭敬敬，毕恭毕敬。所以我就讲伊这个一下公公正正，这个公公正正，比如公公正正，伊是恭恭敬敬，啊，这是变成讲，那字词知捌无够多，真正就戆去啊。当然按真学文，你会使摇啦，只是迄个摇感觉。真有礼貌，真有礼貌。
是有礼貌，有礼貌。我感觉应该是用金饰可能较好势吧，因为芳一碗什么嘢，手里芳一碗衫真安怎？真小心，真细致嘛，惊迄转出来是安怎？毋知影。还是囝敢若讲伊腹肚疼，总是爱帮伊处理吧，无可能囥咧看伊疼，拢无做啥物动作，对吧？大人咧顾囡仔呢，手里真细腻啊，捧一碗毋知底啥。行来到来好面头前，这个时阵来好拄按床里爬起来，拄毋知金姑娘要创啥时阵，金姑娘就开嘴对伊讲：“来，怎啊啉落去腹肚着，怎啊啉落去腹肚着会好啊？迄是啥？”来好目睭顶啊大大蕊，蓖麻油对腹肚疼上介有效，啉，紧啉落去才会好。蓖麻油，而且蓖麻油，当然这个蓖麻油，我无确定台语是啥，看卖伊个蓖麻油，因为迄个，这种物件我印象中，在因西方社会。可能大航海时代了后吧，所以现在是1910左右啊，所以大航海时代了嘛已经几落百年啊嘛，所以几落百年了，因就是有一寡进步吧，敢会怎样讲？蓖麻油，蓖麻油，这个书。安尼我查一字咧，因这字，看卖啊，下游哦，它英字书底有一个 castor oil，castor castor oil， 所以看卖啊。下游，敢是老下啊？有可能就是敢若腹肚疼着，是老的啊，对无？腹肚疼食歹物件嘛，啊食歹物件就你老的，就甲歹物啊，歹物啊老掉就好啊，可能是安尼。蓖麻油。天然软便剂，对，应该是，这是，所以台语是下游，对，下游，食落会老晒迄种诶。好，来，我甲这个物件，小留一个，我做一下记录一下。下游，所以有当早就是家己计较，计较就是肚皮疼。来好拄伫咧丢毒，金姑娘就已经甲碗拄互来好，叫伊接手。来好双手碗旁咧，看迄规碗叮叮咚咚的透明黄油，要哭也毋是，要笑也毋是，又阁毋敢甲真话讲出来，只好目头夹夹，挤眉楚额哦。这句我袂晓读。应该就是我感觉就是目头夹夹，迄个瞬间嘛，毋知啥物物件，对吧？伊讲透明的黄油嘛，就是蓖麻油无毋对啦，所以台语就是下油，啉落去到底就是落屎就对了，规个流出来啦。带你换的像在，无想要去做礼拜，真正爱落屎。所以就是敢若会使目头夹夹，毋知如何是好。金姑娘就咧边仔甲吹。甚至用伊双有力的手，甲碗拄起到伊的喙边，叫伊讲啉，无啉腹肚袂好。来好无才调，只好硬啉几喙，但是实在有够歹啉，伊就无想要搁啉。但是金姑娘煞毋答应，伊就勒平性，害头真歹咧讲，
规碗拢啉落去，一滴都袂使剩。来好就只好勉强甲规碗蓖麻着下油按然后甲灌落去。目睭看金姑娘甲空碗摕出去宿舍，来好就想讲伊尾啊，就要去礼拜堂做礼拜，煞想袂到伊无偌久以后就佫踅倒转来，摕一本乌皮的老圣经，伫咧来好的面床边一个坐，就开始非常恭敬念圣经，才着写必恭必敬。要无即个必恭必敬，伊个写的必恭必敬，迄个必那敢若无啥相款啊！伊当然我着讲，好啦，可能真正阮即个使用中文华语的外国人，稍无因迄个用字用词的理路，因迄个必恭必敬的必字，当往白是写毕业的毕，啊，毋过我看到的拢是必要的必安尼啦，必要的必。甲拄则迄个什物，而且恭恭敬敬，恭恭正正，啊，毋过看到的是，较早我学的是恭恭敬敬啊，所以真正就是那个啥，用字无相安尼，真有礼貌啊，所以就是恭敬甲迄个，就是共款啊共款嘛，就是真有礼，真好礼，也是。好咧啊，处理安尼吼。来好想要起来，又阁毋敢起来，腹肚伫咧滚架，阁毋敢吐。腹肚伫咧滚架，想要吐，又阁毋敢吐。啊，若要困，阁较无可能。伊敢若会当目睭紧紧看金姑娘念圣经，有当阵啊，才看伊头打起来。来好，甲来好上一个，对咪咪啊笑，咧安慰讲，破病真艰苦。你一个人伫学校无伴真可怜，我则无去教堂做礼拜，特别留伫咧遮含你做伴，你腹肚有较好无？来好着真美丽伫咧点头，煞袂当出声，啊，佫会听袂？来好着真大力伫咧喊头，犹原无出声。我早就知影这下游吼，毋但对腹肚疼有效，对头壳疼嘛真有效，一笔一中，一摆就毋捌信我过。而且百发百中啦，当然百发百中，我所理解就是来讲一笔一中嘛。当然，即种有当初一种细腻词，毋知呢，迄算语感也是安怎？金姑娘讲煞着真欢喜伫咧笑，得意哦，得意的笑了，得意的笑，迄个就过一阵就一首歌，得意的笑。欢喜还是什么嘿？得意、庆还是痛？对，得意照字读当然是得意无问题啦。就是我看来感觉有啥物较欢喜的讲法，会使来自鸣得意，扬好扬，对，真扬吼。OK。加破袂因啊，叫伊啉落去，可能入面就有苦汤通啉嘛。还未看到我的油，应该是因为即个中文蓖麻油，台语是下油，这敢若听这个下油，知影到底是啥物动作啊？对，第一应该是一样啦。以前若说我查过无，讲真甲记起来是真。随讲随袂记，真样就是样啦吼。金姑娘讲完就真样笑一困，就又搁压头去念圣经，一夜献过一夜，真认真甲念落去，一直念到金姑娘，带咧学生囡仔按淡水礼拜做煞转来。伫咧铁门外口扭门铃，金姑娘才甲圣经合开，行出去为因开铁门。等所有学生拢入来宿舍，来好还阁摕伫咧面床顶，因甲伊的面床围起来，含笑着对伊讲：“好，你上介好，假病通倒伫咧面床顶休困，
啥物人讲我假病，人即摆真正腹肚在疼，若无甲恁骗，来好讲腹肚烂咧，现出滚架的表情，绞痛。来好哪讲腹肚烂咧，真正现出绞痛，绞痛，你开始有作用啊，所以你可能应该一两点钟的代志吧，吼，一两点钟的代志差不多啊。我个人的经验是，真歹腹肚的时阵，差不多2点钟，迄个就有作用啊。脚疼、脚疼，好啥？脚疼、脚疼，滚架疼，讲迄就是下游啊，对，蓖麻油，中文看到中文蓖麻油，毋知啥物货，伊佫讲是黄色透明的嘛，一个较差，台语就叫做下游啊，无问题。下游，即字可能毋捌查啊，只是真正是无够认真，就记袂起来。这是人讲的，你爱查过6、7届，写过4、5届以上，才有才条记起来。脚疼，腹肚脚疼，肠仔脚疼，腹肚微微胀，哇塞，微微胀，这是什么状况？真严重嘞！所以真正假啊？你是食啥物咧腹肚疼啊？欧阳真正经咧甲问，我啉一大碗的，伊写迄个中文还是汉字是写恶嘛，恶人起，应该，敢若写2字，个即个2字我感觉用台语来讲，应该是讲应该4好，或者是应该4好，我一定爱讲，啊，这是有当阵啊，即个啥台语含中文的相差就是伫遮里，恶人起，应该4好，大家听完了就笑一阵，从此以后就无人佫敢找理由，无要去礼拜堂做礼拜，好佳哉无叫伊闹啥，无佫写伊闹屎，因为下游应该就是要互等下迄种的啊，托辞不敢去理，托辞不去哦，托辞应该是假先吧，是安怎讲？找空，当然我讲嘛，教字读是怎样啊？原谅、体、扁盖、体时，所以可能教字读当然是要讲体时 OK 啦，只是 Marino， 伊就是 excuse 嘛，找一个理由嘛吼。有一天暗时要禁电火的时阵，彩虹摕去头一天来淡水旅学的时，金姑娘带因去参拜马街的墓园。转来时，伫山坡骹看到迄片古迹，讲甲大家规个门仔蹭，而且毛发悚然，因为毛骨悚然嘛吼，所以毛骨悚然是可能讲着古迹，毛骨悚然。惊甲规个迄种诶，毛骨悚然，互人真厌，起门卷，碰门卷，唱门卷，唱鸡母皮哦，毛骨悚然，可能鸡母皮哦，可能鸡母皮，就是尤其讲暗时啊，暗时要困的时，有个人就是
有当阵会跳工要讲一寡假的梦算股，刚才咧讲梦算股，毛骨爽，痛毛梗，痛梦梗，毛起长，青青起来，青青起来，所以就是痛梦梗、痛毛梗、痛门梗、门梗起长，门梗起长，所以就是讲甲大家规个门梗拢敞开，啊硬是佫较是甲规身躯藏伫咧棉被内底，敢若两蕊目睭伫咧外口，又佫惊又佫爱听。有遐侪人拢是安尼，尤其囡仔时，国中甚至高中进前安尼，又佫惊又佫爱听。哎，哪有啥通惊啊？咱这学校附近早前嘛是拢墓地啊，来好就神秘伫咧讲，假无伊伫咧车坐伫咧眠床顶，甲伊的头毛尾是真正假啊？你是毋是咧甲阮骗啊？雅信六六带伫咧插喙咧问，站立伫稳哦，我感觉应该是六六带吧？雅信是上细汉的嘛吼，个细粒子，所以等于是真正足侪迄种或者啥输人的所在啊！若要走袂的人，若要跑袂的人安尼，所以真正可怜。二春。久久畏寒，个啥？酷准，站立这个真正是，当然看迄个镜的程度嘛，更较细准，二准大概拢是类似的迄个讲法嘛。惊甲皮皮喘，对啊，惊甲皮皮喘。我若着甲恁骗，来好运啊！我住伫咧山骹，我住伫这山骹上界知啦。甲恁讲一个较实在的啦，若咱这女学的草地是墓地，连咱即间宿舍早前嘛是墓地啊。恐惊连细皮你面床骹底也是墓地，细皮是咧讲迄个雅信是，又个细粒子，又个上细汉的。最后一句讲甲雅信规身躯震起来，毋敢阁听，紧用棉罩被甲规个面拢掩起来。你讲这附近拢是墓地，啊你敢捌看到鬼啊？含笑咧甲问，鬼是毋捌看到过啦，但是鬼仔会定定看，特别是落雨了后，黄昏要暗仔时。特别是落雨了后，黄昏要暗仔时，要暗仔时，一拍几号哪不一拍几啊火，就不一个按墓底穿起来，等一个另外一拍火又搁不按另外一个墓地穿起来，无偌久，满山遍野拢是几啊火，来好伫咧讲，就敢若袂输伫咧讲。素雄为闲话家常，只当成话家常。所以，当然这时阵是什么时间点啊？凡是无一定真正是几啊火啊，有可能是火金菇的火啊。尤其若是热天时啊，日头落山了后，1点钟以后，火金菇就出来啊。啊，你远远看就敢若一点一点的火金嘛。火金青啊，干嘛死的，你就当然当做鬼啊火嘛，对无？无看到人影啊，所以有当阵就是迄个啥，不了这拢是家己咧惊家己的啊。闲话家常，你讲当成话家常，所以
无话讲家乐，无话讲家乐，无话讲家乐，尾仙哦，所以尾仙可能简单明了，对我来讲是简单明了啦。好啦，尾仙好，来好安尼你讲，当做哪里尾仙？一点仔就无惊的，没有惧色，无你惊的面色，无你惊就对啊，袂惊啦。所以讲到真爽势吼，惧色、立色，游玩继续伫咧拍伊的头毛尾，眼神总算搁甲目睭现出来面皮外，点点问讲：几啊岁生做啥款？有诶红诶，有诶青诶，有诶黄诶，有诶白，逐拍拢有尾溜。买时阵尾溜就摇来摇去，扫来扫去，亲像咧天顶跳舞咧。来好讲，愈讲愈有兴趣，越说越有兴致。对啊，迄个啥火金果诶火嘛，足侪熟个啊。当然比较起来，迄个几啊火当然真正熟水较侪啦，因为迄是要做啥？要做磷吼，就是迄个石字旁迄个磷嘛。看来兴致，愈讲愈有趣味吧？可能是安尼讲，越说越有兴致。一时想要做的代志，常常想到这是兴趣嘛？兴带带，这是兴带带，那个不是，这个应该是啊，金融教授这个兴带带。异形，兴头异形，异形这个词一直无啥晓用啊。异形，也毋过其他的人虽讲讲好言，确实无来好迄种异形。大家心肝底里面就感觉着一个阴森森的冷气，阴森森，阴风惨惨，无啦，无甲阴风惨惨的，阴风惨惨是讲比较风高野外迄种迄啥，迄个气氛安尼。所以我看卖伊的阴森森，敢有这种讲法？阴森森、阴气、青冷、暗散。这暗散有实体和虚拟的讲法就对，暗散。所以暗散、阴森森、真青气、乌阴，所以应该是讲会互小可惊吓迄种的安尼。大家心肝底里面感觉着一阵暗散的气氛。等到乌阳甲油气灯哦，这是油气灯，所以油气灯应该是臭油灯，还是伊台语有台语家己的讲法。臭油还是反正甲灯火仔火分落花，就搁较可怕。一个拢额头目往开，伫咧眠床顶变来变去，困袂加做。但是总算是日时伤忝啊，最后也一个困去，独敢若眼神，目睭两蕊睇甲紧毋紧？伫面皮内底的黑暗一直沉，就是困袂去。偷偷甲头伸落面皮外口，就敢若看到乌闪闪的宿舍，含窗仔外乌噜噜的草仔布，想起着几啊岁的情景，就更加无才调客目，规身躯的冷汗啊，规身躯的凊汗吼，凊汗真正是行到加仑斯迄种的凊汗。煞想袂到即个时阵腹肚枵，阁想要放屎。宿舍里阁敢若尿桶，果不其中，就爱走过迄片草
步去到较远的便所去。但是，若想到要经过迄片草埔，就规身躯起鸡母皮，只好忍咧。但是忍一困了后，还是顶袂，还是忍袂牢，只好路面床来救含笑，叫伊陪去便所。含笑目睭泪泪咧，真无欢喜讲，要放屎做你去啊，那着叫人对你，那着叫人含你做阵去，我会惊鬼啊！俺是真的痴痴的回答，这个痴痴的是可能迄个啥，那阵我你有去看戏叫啦吼，讲演雅神迄个囡仔人，年纪可能就是12岁，啊未满12岁啦。啊，当然未满12岁其实就是囡仔啦。所以你去看迄个戏剧内底啊，演雅是迄个囡仔就是面小甲碰皮的，就是古嘴啊呢。啊，即摆咧甲来好啊，讲一句话讲，我会惊鬼啊！所以有当中就是迄个啥，角色那个角色迄个对话啊呢，痴痴地看，当然迄个痴痴地看，痴痴地等，迄个痴痴有当中，伊有诶是用中文迄个吃食物件诶食，啊有当中是用迄个白痴的吃，所以我确定到底是。应该是吃吃喝喝，伊无迄个，所以痴痴的，所以可能戆戆啊啦，因为伊用迄个白痴的痴是戆戆啊看，所以就是伊咧讲戆戆啊讲，阮会惊鬼啊，遐尼惊鬼，搁遐尼惊鬼，搁遐尼爱听鬼仔鼓，就是你这躯仔雅神。对，躯仔神就是你即个躯仔雅神，就感觉惊体安尼，躯仔雅神。含笑真愤慨伫咧讲，但是游园起来摕一领外衫，就陪雅神行过迄个草埔去到便所遐。沿路雅神拢甲含笑的手骨地安然，规身躯伫咧转，激烈的抖擞，规身躯伫咧转，却也毋敢喊一声。敢若听到含笑一直在伫咧闹讲，毋是好就是笑，毋是屎就是尿。讲细汉是拢讲你要哭你要笑，猪母尿恰恰叫安尼，爱则是咧讲，毋是好就是笑，毋是屎就是尿。看后摆你敢敢阁叫人讲几啊个互你听无？第二天下早啊，轮到雅神含过你，做伙赶尿桶去到便所倒。雅神才一个行挖尿桶，就行到面仔拢无色水，行到面仔拢无血色，青光叫，就一直想要宿舍外口去走，规个宿舍互伊惊到，还未走到门骹口，就去互内好一个掠咧，话讲细皮，你是看到鬼吼，叫到规个厝角拢要夹起来，血，应该是查某囡仔12岁开始有咩事来啊嘛。啊，雅神就 hysteria 在叫安尼，在记啦 hysteria 就是迄个啥外来语词嘛。啥？无伊个中文翻译敢若是无自信，还是无头信伫咧发着，或伫倒来好就轻轻仔扇一领雅神的喙皮，袂输要甲伊叫醒，咧甲问。伫尿桶内底一大堆血，我要紧来去甲金姑娘讲。雅神咧讲，想要亮开内好门外走，内好回头看迄个尿桶一间，就随知影，就随翻头转来对雅神讲：你是起笑吼？你若去甲金姑娘讲，我就要甲你拍。但是雅神也毋知影头尾，游园想要走去甲金姑娘讲，而且继续伫咧休。哎呀，细皮啊，你是咧叫啥啦？你阁叫三妹，就我会甲你去做阵去便所啊！互鬼啊，甲你掠去死好啦！含笑也威过来，向雅神威胁。这最后一句总算讲有作用，
我是才点睛落来，家己闹咧讲，毋过阮足惊，迄是啥人诶货啦？你甲人讲迄啥人诶货？管理总算着出面伫咧讲，啊货哪有啥通惊？啥人叫你买遮尔细汉？等你大汉，你家己着知。应该就是管理，也是迄个像来好其中一个吧。就是等于迄个时阵，可能无人敢讲，迄就是我是安那。但是我是游玩真惊，毋敢往进流淌，要是乌羊行过来，半诱半劝，半哈骗还是半哈骗，半诱半骗嘛，应该是半诱半劝，应该是。应该是半哈骗，我是感觉应该是半哈骗，半诱半劝，我想的是半哈骗啦。啊那骗嘞，半诱半骗，啊无好啦，叫我直讲半哈骗，讲骗囡仔迄个骗，毋是真正是骗啦。半哈骗，就刚刚是摕过去。对伊讲，皮狗啊，你乖乖甲管理跟去便所倒，我才要搁讲故互你听。你若搁乱撞，我就无爱讲故互你听哦。咱是总算讲听乌羊话，就流淌行过，也毋敢搁看桶，含管理就摕桶的一边，因为迄桶就是有一个鱼通干嘛，就讲管，就啥？战战兢兢地走出去，行到要死就对了。跟差不多，对吧？战战兢兢，今年其实这个书我读过了，就是真正就是无够认真，所以就是拢记袂起来。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因那是上细汉的嘛，对吧？啊，所以还未满12岁，因是讲满12岁才会使去佚佗嘛。咁个就是尾啊，迄个啥，尿尿床，所以咱是最后就听乌羊话，向流淌行过，煞也毋敢搁看桶里，毋敢搁看，含月里就将关桶的一边尿带行出去。从此我信就搁捌寡人事，懂一点人事，因遮是女二嘛，啊拢是查囡仔嘛，啊就敢若我信是未满12岁嘛，其他的人拢12，甚至有一个讲16岁啊嘛，啊所以妹婿来的时阵，迄就是爱处理嘛，啊所以这真正就是迄个啥，知你就知，抑毋过毋知的时阵，当然若先看到这个时阵，总是可能去问来好，还是问送嘛，就是毋是迄个当事人啦，你开始识吼，查囡仔开始识了，就是一般即马就是讲12岁嘛。当然啊，尤其迄个百外年前啦，营养无好时阵，成熟的一个现象嘛。啊，即马听讲迄个啥，一寡可能鸡肉是啥，有荷尔蒙，甲伊叫做搞地煞。听伊讲有诶啥。小学到3、4年啊，竟然就有啊！啊，尔话，迄真正上早来，其实对查囡仔、对妇人人无讲介好啊，因为迄
讲一个较无好听的，迄若一个来了，你就是开始启动死亡这个角度冲去啊，所以这是真麻烦的代志。所以目前看到人事这两字，敢若拢无迄个啥，无迄个实际迄个意思，对，诶啥？伊的中文写讲，从此雅兴便又多懂了一点人事。这毋是人情世事啦，这是可能因的祖囡仔迄种，敢若富人人才知的遐个代志。啊，毋过真正无拄着，还未来的时阵，你真无都知影。还未来的时阵，真正无都知影。就是来了后，才知影讲哦，原来是安尼。因为即久进前嘛，捌看到有迄个啥。祖囡仔头家来是毋知影嘛？啊，尤其若准讲，阁是对阿爸的时阵，迄有当足麻烦的啊。你讲对阿嬷也准拄煞啊，你讲对阿爸有当怎迄阿爸，若阁无迄种的时阵，迄真正是较麻烦的代志。目前看起来，这个人事拢是迄种的，甲迄个人情世事阁无啥相款。捌世事，好啦，捌世事，捌世事。所以伊中文写讲，便又多懂了一点人事。迄个人事应该是爱用言心意来理解安尼。言心意，迄是一个言心意，毋是字面的意思安尼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龙刀山，敢若再暂时先读到这，来做一个记号，因为进前读到第4集，进是第7集，所以这一种敢若有到10几集的款吧，我记敢若12啊，15集是毋是？肯定是。不离啊长就对，所以伊就是咧讲，不记得，伊是咧讲迄个区仔是去读册的代志，啊，就是去淡水女学读，所以女学读的时阵烦死，伊后一种是讲秋天要离开，可能是要去读进一届的学校嘛，敢若是要去日本读册的款，所以即个报告部就是咧讲伊去淡水女学拄着即个老师安尼，所以。18集进台湾第7集，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再暂时先读到这。感谢收听，关爱帮，谢谢，拜拜，再会。